在地上大条，继续来关心台中新光三越。这个爆炸案，都法局是头一届对外证实讲，建筑结构有明显的受损，所以要提出安全评估了后，才会当来征收。市府原底嘛是限讲，新光三越要伫3月2月18之前，要完成外口壁危险物的程度，拢要提掉。杨报到昨下晡4点半去查的时，发现也是伫外壁顶头有真侪物件，危险物伫遐动害拢还袂拆。因为有公安的记录，所以即马决定搁要罚伊30万，要求限期改善。重型的吊车载人员到起步的楼层外边清掉外墙的危险物。台中新光三越起步案，台中市都法局证实，经过初步的判断，建筑结构有受损，由业者请结构技师提出结构安全的评估，才当修理补强。我们看到有一些楼板有部分好像有部分的凹陷。然后有小梁部分有弯曲，然后电梯间的部分它有受到气爆影响，那个外墙有受到外推。另外，传出有专柜的员工不满，事发了后，厂商安排跨区支援，逐工伫台北甲台中无共的分店工作。新光三越公司并无提出明确的机制，业者18出面配合讲，已经和厂商沟通，会好好安置每一位专柜人员。就讲厂商这一块，其实他应该会特别的处置，不会去为难到所有的专柜人员。我们的商品部事实上已经在代劳这一块，就是事实上我们本来就跟厂商有做全面性的一个沟通跟合作。我想这一块呢，按照不同的业种、不同的性质，我们一定会去请每一个厂商，事实上他们会做比较妥智的一个短期的因应的一个安排。有民代质疑讲，市府无主动查晓牵涉行政大道。市府强调，新光三越最近7年增收纪录，计共申报30外件，真正无用救灾甲商场稽查，并不是大道。因那起步案当中有10位热心的民众协助救灾，市府18公开表扬，其中为起步伤者做 CPR 的中华基督教病院的经判护理师，真谦虚讲，这是每一位医护拢会做的代志。去询问过我们就是所有急诊室的同仁们，其实每个人跟我们做的选择都会是一样的，一定都是义无反顾的先去帮忙救治这样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